相信大家都想揾到一部打印量多、打印成本平，而且功能齊全嘅打印機。平時大家印嘢多數都會留翻喺學校又或者公司度印，而屋企嘅打印機多數都攞嚟係應急嚟用嘅，目的就係想為咗慳錢，減少去買打印耗材嘅次數。而今次同大家介紹嘅新 Smart Tank 系列自省供墨系統，絕對能夠滿足大家，輕鬆印，輕易慳。今次嘅機款就有3隻，分別係 HP Smart Tank 670、750同埋790。佢哋都採用咗灰白雙色嘅設計，而 HP Smart Tank 670就搭配 A4 平台式 scanner 同埋圖像控制按鈕。而 HP Smart Tank 750比起670就多咗個 ADF 自動送稿器，可以擺到35張紙，方便用家做一個大量文件影印或者掃描嘅時候用嘅。而 HP Smart Tank 790除咗有齊晒啱啱講兩部機嘅所有功能之外，亦都備有傳真功能。而最吸引嘅就係佢呢個3寸嘅黑白輕觸式面板啦。嗱，唔好睇小佢啊，佢支援多國語言，而且亦都有動畫顯示，裝機嘅時候就可以更加清楚指引大家去完成啦。用家仲可以喺界面當中去設定縮小或放大影印影像功能，提供25% 至400% 嘅放大率，亦都支援影印單面至雙面，全部用手指就可以操作得到，更加容易操作打印機。自省供墨系統同傳統嘅打印機設計唔一樣，安裝嘅時候只需要按照住指示將墨水裝入去儲存箱入面，大家都可以放心，因為墨水樽係採用咗防漏樽口設計，安裝嘅時候就唔使擔心漏墨啦。然後用家再按照住指示將墨盒安裝到指定嘅位置就可以使用㗎啦。而佢哋用緊嘅墨水型號為 HP GT 53XL 加大裝嘅黑色墨水，同埋 HP GT 52三色墨水。一套墨水就已經可以印到6000頁嘅黑白文件同埋8000頁嘅彩色文件。而最重要嘅講嘅係一套墨水嘅價錢連300蚊都唔使，黑白嘅打印成本低至1仙1張啊，而彩色嘅打印成本都只不過係3仙6啫。咁大家就唔使再擔心打印成本嘅問題啦。平時大家日常用到部打印機嚟印文件，當然係其中一個用途啦。而咁龐大嘅印量，其實大家都可以考慮去印一啲圖片啦、相啦，又或者素材嘅時候用嘅。HP Smart Tank 系列支援唔同嘅紙材，由最普通嘅 A4 紙去到200g 嘅厚紙、相紙，甚至係膠片等等都可以印得到。而且印相嘅質素亦都可以媲美沖晒點。除咗色彩均勻之外，細緻度亦都非常之高，更加支援無邊框打印功能，唔使再加以修剪。當然最重要就係價錢夠晒平啦，無論係留念、交功課定係攞嚟 DIY 都好，都係大家嘅好幫手啊！當然，除咗打印機打印嘅質素夠晒出色之外，新一代嘅 HP Smart Tank 系列仲有好多唔同嘅優點啊！而3部新機亦都支援自動雙面打印功能，咁就可以避免手動反指嘅時候導致印錯方向嘅問題發生。而其次就係 HP Smart Tank 790機身上面嘅 USB 前置式插口，可以去打印翻手指入邊嘅圖片，又或者以 JPEG、PDF 嘅 format 將文件掃描去到 USB 嘅記憶體當中。而紙閘就亦都位於喺打印機嘅正下方位置，採用 U 型嘅打印方式，入紙嘅時候只要細力拉出嚟就 OK 啦。呢個設計可以令到打印機佔用更少嘅空間，同時啲紙亦都唔使擔心會鋪塵，又或者受到潮濕嘅天氣影響，容易變彎又或者變黃。而呢3部機嘅打印速度方面，亦都非常之唔錯嘅。HP Smart Tank 790同埋750嘅黑白打印速度高達每分鐘23頁紙，而彩色就高每分鐘22頁紙。HP Smart Tank 670嘅黑白打印速度高達每分鐘22頁紙，而彩色高達每分鐘21頁紙，絕對適合一般家居影印之用。再加上 OCR 光學文字辨識功能，可以輕鬆管理文件。簡單啲嚟講，用家可以用到呢一個功能，將文件轉換成為一啲可以編輯、可以搜尋嘅 soft copy， 再利用電腦嘅 file system 去整理龐大數量嘅文件，更加支援用家去修改內容。
搬字過紙，而且亦都支援36種語言同埋圖片識別功能，總有一種語言幫到你。另外，我哋亦都考慮到用家可以更加容易操作到打印機。今次呢3款嘅打印機亦都支援雙頻 WiFi 連接，用家只要預先喺智能手機中安裝 HP Smart App， 喺同一個無線網絡底下就可以同打印機進行配對。成功連接之後，就可以好似遙控器咁樣操控打印機，無論係打印、影印、掃描嘅功能都可以一機完成。而選購咗呢3款打印機嘅用家，記住留意啦，喺優惠期間可以去到呢個網站登記免費升級到第2年嘅免費保養，而只要成功登記咗打印機，亦都可以免費獲得 HP Smart Advance 免費試用12個月，享有更加多嘅功能去協助工作，當中包括進階相機掃描、進階編輯、移動傳真、隨處列印等嘅功能。想揾性價比高嘅打印機，新嘅 HP Smart 10系列記得要留意啦！